所有乐队的乐队，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這個苗家南門酒好喝嗎？好喝，好喝。海灘園熱不熱情？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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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熱情。
今天我们盖首山苗寨很荣幸迎来了我们新文县大和苗族乡以及我们叙永县白蜡苗族乡的
苗族同胞，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吗？下面我们的花杆舞就正式开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白蜡苗族乡的卢生师傅一起跳起我们的舞蹈，大家准备。哎，你听着，大部分好，要一个我就要上来。川南苗族采山节是产生流传于四川南部叙永县苗族同胞自发组织的民俗节庆活动，历史悠久，传承性强，流传性广，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典型的民族民间文化大荟萃。全县5个民族乡，其中3个苗族乡，总人口为30560人，是四川省苗族最多的县。相传5000多年前，蚩尤与炎帝发生冲突，炎帝战败后，联合黄帝一举打败了蚩尤，苗族败走黄河，迁徙四川。据叙永县志记载，苗族史称3苗9夷部落之后，有苗族散居。叙永25个乡镇中，1半以上的乡镇分别有苗族居住。每年农历正月初1至15，以叙永县城为中心，方圆数百米，苗族同胞都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苗寨举行采山活动。叙永境内的宝瓦山、九家沟、白坪、莫豪沟、绿马沟的采山活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迎杨生安途经叙永，目睹苗家采山节，留下婉转踏歌声、咿呀各有情、马囊与苗语、跳跃诗芦声的诗句，描绘了苗家儿女唱着情歌、吹起芦笙、跳起舞蹈踏青的美丽画卷。叙永境内的苗族虽然都称苗族，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是有严格区别的。和乐行称黄雀苗，摩尼行称鸦雀苗，安基屯行称红线苗，剪条行称高山苗，小洞行称花苗。由于支系不同，语言服饰有明显差距，但采山节都在正月初1至15之间举行。川南苗族采山节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是立花杆，立花杆至少3层祭司，其一举旗起兵，东山再起；其二团圆，亲朋好友分散远隔千里，不易相见，立起花杆便是团圆之日；其三生殖文化崇拜，繁衍生息，求神丹赐福。
的花杆舞即将结束，下面将进行祭花杆仪式。主持人，请到后台做准备。采桑园最神圣的仪式就是祭花杆。最神圣的仪式就是立花杆、制花杆。今天早上我们正在举行的是我们苗族的制花杆仪式。我们的花杆滚成的依据十分讲究，花杆一般由花瓣坎直的桑叶或柏树制成，桑树为蓝，柏树为黄。每当有多将柏树枝条横放到桑树根上，象征农业的合一。另外，我们在多树的枝叶本皮，在杆上加五颜六色的书花和草皮，打开。
跳起来。踩着我们音乐的节拍，一起跳起我们的苗族的舞蹈，一起嗨起来！不会跳的可以学着我们会跳的苗族的小姑娘、小伙子，一起嗨起来！不管你会不会跳，都一起加紧我们的队伍啊！把你的手动起来，把你的脚动起来，一起嗨起来啊！我们的文艺节目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上午好！今天天气晴朗，今天阳光明媚。首先，我谨代表盖首山苗寨，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和我们一起相聚在盖首山花山场，和我们一起欢度佳节。下面我们的文艺节目演出即将开始，首先请大家欣赏芦笙舞《双凤飞舞》，大家掌声在哪里？谢谢。
父老乡亲、同胞们、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马培英，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未来的宏图，我们共同打造”。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界首山苗民政府的历史。界首山是一片可歌可泣的红色热土，界首山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央红军适度治水，第一次入川成立的直属中央领导的川南特委，在我县两河界首山帮助扩展了四川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界首山苗民政府。1931年以后，两河一带被发动苗民斗争的重点放在了两河一带。杨少华在此做了大量群众的基础工作。1934年10月，朱华清来到了有较好群众基础的两河界首山开展工作。之后，组织建立了界首山苗民刺卫队，杨少华为刺卫队队长。刺卫队队员有杨秉德、杨秉清、黄宏发、杨世华、杨文忠、杨文武、杨文兴、杨文才、杨文周等。之后，朱华清组织建立了界首山苗民刺卫队。苗民刺卫队的活动地点在杨少华家。1935年2月初，红军长征进入叙永，朱华清派杨少华加入红军川南游击队。之后，区委以界首山为中心，以苗民政府为基础，在两河一带发展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3月5日，纵队首战牧场娘子失败后，部队打散，杨少华被敌人围捕杀害。我们是革命英雄的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和弘扬老一辈的精神文化。界首山历来都是叙永地区汉苗杂居、以苗族为主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为发扬汉苗文化而默默努力着。2016年，界首山苗族采山节办起来了。2017年，界首山采山节不仅办得红火，而且带着我们的节目去到了双山苗王赛比赛，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进一步打响了我们界首山的声誉。我相信，在以后的岁月中，界首山苗族采山节一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但是，想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的精神文化，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去创造。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学习我们苗族的传统文化和宝贵的精神文化，把界首山汉苗文化发扬光大。界首山所有的同胞们，行动起来，携手共创界首山美好的明天。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我们的马培英的演讲可以说是激动人心。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来自外面的朋友都想问，为什么是界首山苗民政府？明明现在的地名是盖首山呀。这是因为界首山其实是老地名，因为方言的原因，后来改用了普通话之后，这个界就由原来我们都是一直读的盖，所以就用了这个盖首山。那么我们的苗民政府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呢？在我们那边有专门介绍苗民政府的
广告牌，还有从那里也有一条路是直接通往我们的箭首山苗民政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箭首山苗民政府到底是怎样建成的。那么下面即将给大家唱一首苗歌了。大家都知道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我们能唱歌，我们喜欢唱歌，唱歌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吃饭的时候喜欢来一起祝酒歌，那么我们劳动的时候也喜欢唱一首歌，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要唱情歌。那么我们的采山节当然也有属于采山节的歌。那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苗族的歌师出来给我们唱一首苗族采山古歌，大家掌声欢迎。中华娘娘梦水里当地姥姥，
海大中华啦卡年牛啊张，牛个大木水里当路啊天海了娘木水里啊当。老的海大中华牛啊张，牛个大木水里当路啊的来着牛木水里啊当。要来当牛啊站，牛头坐的呀地上走，牛毛水里呀当，来给当牛啊挂到牛排给当牛，放到牛啊跟牛水里当就来当呀的，刚着走着他后头就到牛，牛到牛毛水里当来当那比当。走一走啊，正牛毛水里当小拉后走着到牛旁，牛毛水里呀当就来当的呀的路上啊上，来当的呀的路，四路马主席娘好叫就了熊好来当的呀的路。大好来当的路走牛坡牛啊汤。牛头哈树啦，来到地了，在牛岸口牛头牛头哈树牛，牛毛水里呀打就老龙啦，这牛大哈老龙啦，哦龙你毛头那哟，地龙啦，长大哈地龙啦。哦，罗你毛罗那哈你毛罗啦那，就走啊走，这当毛头就滚前走，烧水子烧红毛头，就滚上去呀，碰了最要的全家的呀内。我们苗族不仅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我们更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相信大家今天早上都深有体会，对不对？敬你们的酒，你们喝完了吗？喝完了。那么喝完了，在我们苗语中来说，就是喝酒呀，吼挡的，吼挡就是我们苗语中干杯的意思，就是把酒喝完。那么下面就有请大家欣赏舞蹈《吼党》，由我们新文县带来的，大家掌声欢迎外面来的朋友。沙子。
是苗族主要的乐器之一，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苗族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芦笙，因此芦笙舞也成为了苗族最喜爱的民间舞。下面请欣赏芦笙舞，笙舞耿达东。
知道今天呀，我们现场不仅来了其他地方的苗族同胞，也来了很多外面的汉族的同胞和其他民族的同胞。那么我们的苗族采山节历史以来，就是不仅立花杆，更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一个认识对方、能够了解对方、能够谈恋爱的一个平台。那么下面就有请大家欣赏节目《恋人心》。化作风，化作雨，化作春，走向你。梦如诗，梦如影，梦是遥望的仗义。化作烟，化作泥，化作云飘向你。思如海，恋如城，思念最遥不可及。你挽西湖水，偷走它的几分美。时光一去不再，信誓旦旦留给谁？你问长江水，淘尽心酸的滋味。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化作诗，化作笔，化作灯，写着你。默念着，轻弹着那些深沉的字句。化作路，化作景，化作情，找寻你。爱一次，梦一场，思念最遥遥无期。你挽西湖水，偷走它的几分美。时光一去不再，信誓旦旦留给谁？你问长江水，淘尽心酸的滋味。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你问西湖水，偷走它的几分美。时光一去不再，信誓旦旦留给谁？你问长江水，淘尽心酸的滋味。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我们温柔多情的苗家女孩子呀，不知打动了多少世间男子的心。那么，所有的男孩子们，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夺取心爱姑娘的青睐呢？那当然就是要吹芦笙、跳芦笙舞了。谁跳得最好啊，他的粉丝就越多。下面请大家欣赏芦笙舞。
觉自己萌萌哒。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我知道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你会萌萌的害羞，会萌萌的摇头，会萌萌的说讨厌讨厌讨厌。我要你爱我永久，梦伴你小宇宙，永远要记得，女人本来就很美，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开出了花，快乐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想和你么么哒，烦恼就啪啪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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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一直有句话，感觉自己萌萌哒。拍照不美不用怕，感觉自己萌萌哒。就算体重180，感觉自己萌萌哒。我身轻如燕，哈哈哈，感觉自己萌萌哒。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我知道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你会萌萌的害羞，会萌萌的摇头，会萌萌的说讨厌讨厌讨厌。我要你爱我永久，梦伴你小宇宙，永远要记得，女人本来就很美，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开出了花，快乐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想和你么么哒，烦恼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一直有句话，感觉自己萌萌哒。拍照不美不用怕，感觉自己萌萌哒。就算体重180，感觉自己萌萌哒。我身轻如燕，哈哈哈，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开出了花，快乐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想和你么么哒，烦恼就啪啪啪。Come on party, let's go party。来呀，亲我呀。Come on party, let's go party。感觉自己萌萌哒。Come on party, let's go party。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我们的孩子们真的非常的自信，他们感觉自己萌萌哒。那么大家觉得他们萌不萌呀？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苗族姑娘给大家来一段苗岭迎客歌的舞蹈，大家掌声欢迎。纯洁的心。
苗家的娃娃爱唱歌，爱舞蹈，爱吹芦笙，爱打鼓。更可爱的是，苗家姑娘还爱绣花。下面请欣赏舞蹈《苗家姑娘爱绣花》。
苗家的姑娘爱绣花，为什么呢？因为呀，她们的嫁衣得靠自己绣。除此之外，苗家的妈妈们还要给自己的女儿、给未来的儿媳准备一套嫁衣呢。那么，嫁衣穿在姑娘的身上，当然就填在了她的心里，而且这套嫁衣也是母亲留给儿女唯一的念想。千针万线都是妈妈对孩子的爱。那么我们的苗家小伙子姑娘们，他们不仅把刺绣、芦笙、打鼓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传承得很好，他们同样也有一颗时尚的心。下面请大家欣赏现代舞。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东海的渔火到雪域的高原，从南海的渔船到北国的初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们都和谐成为一家，56个民族随时都携手并肩，血脉相连。那么下面就有请大家欣赏节目《56个民族是一家》。
次感谢为我们采山节举办募捐、献出爱心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相信有你们的陪伴，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来年的采山节一定会办得更好。那么今天上午的文艺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荣袖荣之罪，荣之罪，荣华大雷，茶考茶秋，何以创古老大众山，我别谋一口荣酒，一口荣酒，古老。不要给我走。哎，黄姐，黄姐。
父老乡亲到退场的同志，请带好你的家具，也就是包括妻子儿女，要安全的退场。第二个，必须安全，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避让。二那个走路的时候，看二能否行走。三一个走的时候带好自己的随身礼物，不要让你的礼物丢在现场。确保自身的财产安全。第四一个，明天我们8点半钟在这里等大家，希望明天我们合作的更好。谢谢大家，今晚到此结束。花要带，情日长，窗前绣的山花上。花要带，情日长，要把情歌绣心上。琴弦那个音弦，琴弦弦绣腰带，一针那个一弦，一针一弦绣起来。你才有的心思啊，你猜不中。岁月亮升起来，山风吹过来，杏花悄悄开。谁呀？吹起那个芦笙，吹起芦笙跳起来，情意那个绵绵，情意绵绵是四海。你才有的花要带，你摸不中。伴随情歌飘起来，跳呀跳起来，好呀好风采。谁呀？花要带，长又长，要把情歌拴心上。花要带，长又长，想